原始的元是元朝那个元呐、字写错了。元朝的元，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的元。一元12会呢，每会啊10800年呢。从子会开天，丑会辟地，寅会生人，然后到现在5位交替到最快要进入未会了。2024一般说法，2024年要进入未会，然后10800年后到了申会人申哦，申有戌亥，申会人灭，酉会地灭，戌会天灭，然后亥会混沌，然后重新开始，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是那个元朝那个元，元始天尊。你看头发白胡子的是道德天尊，太上李老君了。左边是灵宝天尊，灵魂的灵，宝贝的宝。三清，道教的三清。他说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八卦生万物，万物之母是道了。一气化三千，一气化三清，无极，然后才有三清道祖，然后才有天地人万物。